白乡亲啊，来台南看这场已经流传100多年的传统祭典。这个台南的安南区过去叫做台江，西元123年，闸门溪改水路，大水冲入去台江做大水，所以安南区有一个庄头叫做公亲寮。每一年农历的7月底，家家户户拢会团祭品到闸门溪边，奉请到清水祖师来拜溪钱。 祈求讲唔通过来做大水咯，就安尼，这种拜溪钱的祭典，就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到今，将做当地一年一届的大事代。分享拜请闸门溪溪神，家家户户伫闸门溪旧水路边啊，拜请清水祖师拜溪钱，祈求莫阁淹水。 这项传统祭典，若为123年算起，已经100多年啊。台南的安南区古地号名叫做台江，当时闸门溪淹大水，市民为了保护家园，祈求守护神保庇。当年的农历7月底，拢会办拜溪钱的祭典活动。闸门溪放溪，这神明向咱阳上帝，天公做下愿，这3个愿。 所以才有这个拜溪钱这个典故。三张青啊，检驶甲就像100多年前由清水祖师指示的祭拜溪神甲神灵，后来这个溪啊，就无搁淹大水啊，好村民会使安心过日子。咧做风台大水就提心吊胆，提心吊胆，即马下天下地讲来，当甲这个闸门溪向北移。 会当较互这个庄头的人好徛起。治水毋是干那靠人定胜天尔，结合传统的信仰，敬天敬地，集合全村人民的集体意识，做来保护家园。后代子孙啊嘛秉持这个传统，保留历史。